等了4年了，终于开拍了，《庆余年》第2季正式开拍，范闲满血复活。剧组顺应观众要求，动用原班人马，但刚开机就爆出了惊天大瓜。《庆余年》这部电视剧作品是近几年为数不多的优质古装剧之一了。虽然它对于原著有着一些改动，但毕竟改动很合理，加上演员演技都十分出色，成为了备受观众们喜爱的作品之一。而它的结尾中也修改了原著的剧情，给观众们抛出了一个很吸引人的剧情，那就是严冰云和范闲回南庆的路上，严冰云直接给了范闲一剑，这一剑可谓是大家足足期待了4年之久啊！如今第2季正式的官宣开机，也明确的告诉了大家范闲并没有身死，但那一剑究竟是为何而刺，范闲又是如何在当时脱困的，也成为了不少观众心中的一个谜题。当然，这个谜题的答案只能等待第2季故事正式到来才能给大家揭晓。而大家在之前比较关心的地方就是第2季会不会进行演员大换血？毕竟这是很多系列剧集的通病，尤其是《庆余年》第1季中的演员不少是老戏骨，还有一些演员经过了4年的时间，身价早已和当初不一样了，很难继续作为《庆余年》中的配角了。这就让不少人担心，《庆余年》第2季换人后还会有第1季的味道吗？不过如今剧组也正式的让大家放心了，在开机后直接官宣了第2季的演员海报，不仅作为男主的张若昀依旧在，其余大家熟悉的演员们也同样出演了第2季的作品。这一次《庆余年》剧组果真没让大家失望。那么第2季中的那些演员们都有谁是原班人马呢？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吧。在《庆余年》第2季这一次官宣演员中，一共有着15位角色，其演员都是第1季中的那些人。除了张若昀依旧担任范闲的演员外，作为女主的李沁也是在第2季中继续出演林婉儿。当初有不少人都说林婉儿会在第2季换人，如今证实那都是空穴来风啊。其次就是陈道明出演庆帝了，不得不说陈道明演皇帝气质这一块是拿捏的死死的呀，几乎没有人要比陈道明更适合庆帝这个角色了吧。还有吴刚继续出演了陈萍萍，吴刚的陈萍萍看着就是一位心机深沉的人，相信他依旧会在第2季中带给大家精彩的故事。还有郭麒麟、田雨、李小冉、于洋、辛芷蕾、高曙光、李强、刘瑞瑞、张浩维、童梦石这些人，他们所饰演的角色也都是让观众十分喜爱的，尤其是他们每一位都将角色的特点演绎了出来，比如李小冉将长公主身上的疯劲儿很好的诠释了出来，还有郭麒麟饰演的范思哲，一个有经商头脑的人，看着就十分聪慧。田雨的王启年也将爱钱和怕老婆的性格完美的发挥了出来。当然在这些演员中有的人在这4年中出现了一些黑料，但却也不影响他饰演原本角色的成功。只希望这位年轻演员能够在第2季结束后可以跟老戏骨学一下不骄不躁，脚踏实地的拍戏才是最重要的呀。而在这15位官宣的角色中，唯独少了一位角色的官宣，那就是严冰云了。他虽然第1季戏份比较少，但毕竟是第1季结尾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，而且后续剧情会大量增加，没有官宣这位角色可能是他的演员有待定夺吧。希望最后严冰云这个角色的选定也不会让大家失望吧。如今《庆余年》第2季官宣了原班人马，可谓是让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。但这刚官宣开机没几天，《庆余年》的剧组就爆出了一个大瓜，那就是宣传海报涉嫌了抄袭。这个海报在第2季官宣开机后也被放上了宣传的位置。不过很快就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了，这一份海报跟一位美国的插画艺术家的作品十分相似。2部作品除了背景的颜色不同外，海报也就多出了范闲、杠杆撬动地球的添加。但是对于海报之后的背景，上面的细节纹路和云朵的设定几乎都可以说是重叠的。对比照一经爆出，不少的网友都说这不就是直接复制粘贴吗？直接将《庆余年》的剧组推上了风口浪尖之中。而大家等待官方回应时，相关的制作公司便立刻发表了道歉声明，并没有否认抄袭一事，而是说在制作过程中监管不力，所以导致了这件事情的发生，并且向《庆余年》的剧组进行了道歉。这个声明倒是让《庆余年》剧组被摘除了出去。不过这个海报的制作已经经过了许久，在去年的时间就有人指出了抄袭，不过当时并未引起关注。如今《庆余年》第2季刚官宣开机，这件事就再度被挖了出来，也难免会有人认为是刻意借着抄袭的事情来炒热度啊。尤其是最后剧组还直接摘得很干净，其实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是没有必要深究的。毕竟《庆余年》这部作品本身就不缺热度，只希望剧组能够不要动歪脑筋，好好的将第2季故事拍出来才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呀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